美国农业部处长宣布讲，要开放台湾的往来销去美国。这个消息一出来，真侪农民拢是乐观看待。其中高雄、屏东是国内往来主要产地，这产量占全国超过40%，已经有甲这往来外销去到加拿大的农民就讲，这往来若准用尽再送到美国，大概要3礼拜时间，若准会当解决这保存的问题，对往来产业的发展有真大帮助。这什么品种啊？金钻啊！甲一粒一粒往来对产地采收起来了后，就当送去清洗包装，准备出货。台湾往来去年产量有35万8千多吨，高雄、屏东生产就占超过40%，是台湾往来上大产地。因为台湾往来外销以日本为主，占外销量9%。另外，还有香港、澳洲、加拿大等等。听到美国农业部要开放往来销去美国，建筑面积上快屏东县，农民有欢喜，冇烦恼。日本很严格了。我们都可以过去啊，可是美国我们没有去尝试过，不晓得它的要点到哪里。那最主要也看了后续所谈出来的这个相关的税率、我们的检疫条件，还有我们的航运的部分，是否我可以配合得上哈？往来上接拄到的病摊开，就是孤神甲野。农民虽讲烦恼检疫的条件也被讲好，不过有外销日本的经验，问题无大。目前上届需要克服的都是运输的路程伤久，因为台湾主要的往来品种是大龙17号的金钻，保存期仅2礼拜，无适合外销美国。高雄往来龙张清泉就建议，会当换用这款新品种山野往来，保存期会当到3礼拜。伊就是用山野往来成功拍开加拿大的外销市场。加拿大运输差不多20天左右，甲咱美国的西部同款嘛，所以咱这个运输的时间，我感觉会当用品种来解决吼。农民讲，台湾往来有机会头摆外销美国，加一个这么大的市场，对因来讲当然是好消息。不过到底会当有偌好，爱看落尾外销介绍检疫条件安怎定才会知。记者郭家族、柯兆阳、高雄、屏东采访报道。